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旺角老星街坊新頻道。第一，2001年華誼影視成立3週年，娛樂圈第一經紀人花姐帶住一大批藝人加盟。歡迎晚宴上，華誼老闆黃氏兄弟對住雙冰眉開眼笑。28歲嘅李冰冰同20歲嘅范冰冰確實夠水準。李冰冰啱啱憑張元導演嘅電影《過年返屋企》斬獲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影后，可惜過年返屋企成咗國內禁片。李冰冰失望之餘，驚喜咁發現同周杰任全主演嘅電視劇《少年包青天》意外走紅。出道6年，李冰冰終於盼嚟咗第一縷春風。春風拂面過後，風水喺第2年轉到咗范冰冰身上。范冰冰從丫鬟金鎖變身和婷公主，就係繼作《少年包青天2》中點綴咗一片大森林。唔止李冰冰被換，前作中嘅包拯亦都由周杰換成咗陸毅。永恆嘅主創演員只有展超、釋小龍以及同李冰冰淵源頗深嘅任泉。李冰冰同埋任泉都係黑龍江人，喺成為上戲同班同學前，佢倆嘅人生軌跡完全冇交集嘅機會。第二，李冰冰生於1973年，少年時期成績不佳，數學俾佢稱為點都懂唔明白嘅學科。老師同父母嘅批評造成咗李冰冰童年自信嘅缺失，佢性格沉默內向，自卑到走路都保持低頭彎腰嘅姿態。初中畢業嘅時候，父母讓李冰冰上高中考大學，佢覺得呢個簡直係天方夜譚。為咗得到學業補助，亦都為咗擺脫一家人都瞓喺個大炕上嘅命運，李冰冰利用自己擅長嘅歌舞，將升學目標選定為藝術類師範中專院校。不過命運並唔打算輕易放過佢。1989年16歲嘅李冰冰考入雞西師範學校，喺音體美嘅新天地中，佢如魚得水，唔費吹灰之力就成為班裏嘅佼佼者。3年後，19歲嘅李冰冰如願成為一名小學音樂老師，可微薄嘅收入未能夠改善家境，更加未能夠讓佢喺父母面前昂起頭嚟波瀾不驚嘅教師生活，亦都令佢覺得渾身嘅勁得唔到宣泄。正喺李冰冰周嘈不前嘅時候，一位大佢18歲嘅引路人出現咗。1993年初，雞西春節晚會上，20歲嘅李冰冰登台表演，佢嘅挺拔身姿吸引到咗38歲嘅演員高強。高強見李冰冰貌美如花，舉手投足頗有範兒，於是計上心來，高強識才咁指引李冰冰行演藝道路，俾佢去專業院校進修表演。喺佢描繪嘅藍圖激勵下，李冰冰有咗咁點諗法。當佢返屋企將呢段插曲當成段子講俾父母聽嘅時候，父母卻好堅定咁俾佢去備考。父母認為當唔當演員唔重要，但係上唔上大學好重要。只要能夠上大學，將來肯定會有出息。李冰冰仲喺猶豫之時，有人話俾佢知考上戲唔使考數學，於是佢立馬嚟咗勁。為咗成為父母期待嘅大學生，佢挑燈夜讀複雜文化課、聞雞起舞練習專業課，卯足幹勁要揚眉吐氣。都話天道酬勤，李冰冰如此勤奮，呢一次命運真係會垂青佢咩？第三，幾個月之後，李冰冰高分考入上海戲劇學院，同埋任泉、廖凡成為同班同學。佢覺得自己淨係年輕，繁華嘅大上海會係自己夢想開始嘅地方。呢一年嘅李冰冰已經20歲啦，20歲時嘅趙薇已經乘上咗小燕子嘅快車道。20歲時嘅章子怡亦都攤過咗張藝謀，奔向咗李安。20歲時嘅范冰冰早已經不滿丫鬟金鎖嘅身份，要躍升為大女主。可20歲嘅李冰冰仲唔識得出名要趁早，佢冇演員夢，一心只係想接來錢快嘅廣告，為瞓喺病床上嘅母親支付高額醫藥費，俾一貧如洗嘅家庭起死回生。拍廣告亦都講究鏡頭感，想要多賺錢，專業要過硬。於是李冰冰成咗班裏最勤奮嘅學生，佢亦都好在乎每一次嘅專業考試，嗰係佢榮譽嘅象徵，係佢喺老師同學面前傲嬌嘅底色。咁樣嘅李冰冰自係有人愛嘅。除咗廣告商，仲有佢嘅同班同學任泉，兩個人嘅組合金童玉女被廣告商相中，合拍咗個玉蘭油嘅廣告，據講酬金不菲，而且俾嘅都係現金。兩個人將錢裝進麻袋，從廣州孭返咗上海。隨
從此好運開咗道。兩人又以情侶 CP 喺1994年出演咗電視劇《一路等候》，自然而然地，李冰冰就同歲嘅任泉傳出咗緋聞。可好景不長，李冰冰嘅情史就俾一名富商改寫咗。第四，一次宴會上，大學生李冰冰同大佢10歲嘅石濤相遇咗。石濤作為一名隱秘富豪，身上散發出嚟嘅成功人士氣質卻毫不低調。而萬花叢中嘅李冰冰糅合咗少女嘅鮮嫩同埋淑女嘅風情，亦都係別有一番風味，唔需要邊個主動，頃刻間就電光石火，愛火迸刺出嚟灑咗一地。有咗物質基礎，李冰冰唔需要當老母，亦都能夠成為屋企嘅救世主，仲喺石濤嘅造勢之下，成為學校嘅風雲人物。佢靜下心嚟鑽研演技，開始想要喺演員呢一條道路上跑得遠一啲。1997年24歲嘅李冰冰從上戲畢業，投奔喺北京搞地產生意嘅石濤，成功打入京圈同搞電影嘅黃氏兄弟，特別係細佬黃宗呂交好。而同李冰冰金童玉女一齊成長嘅任泉，亦都並未退出佢嘅生活舞台。兩人先後合作咗《青春出動》、《綠色柔情》、《一腳定江山》等影視劇。1999年播出嘅《青春出動》，演員名單中仲有18歲嘅范冰冰，佢正憑金鎖火遍大江南北，一舉一動都係大牌飯。可瓊瑤開始並唔中意咁樣嘅范冰冰，一直冇將佢捧上大女主嘅位置。心有幾高，改命嘅渴望就有幾大。不久，范冰冰傾盡所有積蓄同瓊瑤解約，認第一經紀人花姐為乾媽。2000年19歲嘅范冰冰企喺咗劇組中央，佢當大女主嘅影視劇一部接一部。同年，黃宗軍、黃宗呂兄弟成立華誼兄弟泰合影視投資公司，簽約嘅第一個員工正係27歲嘅李冰冰。李冰冰嘅觸覺伸向昔日經紀人花姐，一手促成咗佢同黃氏兄弟嘅聯盟，令到華誼嘅隊伍裏邊好快便群星璀璨，兵強馬壯起嚟。而佢同黃宗呂嘅近乎，亦都俾佢孭埋咗華誼地下老闆娘嘅江湖傳言。但係事實上，傳言總歸係傳言。黃宗呂係個商人，咁點會為咗兒女私情而亂咗大局？佢睇嘅係美人嘅星途潛力。於是時間唔長，華誼一姐之爭喺李冰冰同范冰冰身上拉開咗帷幕。第五，2002年南方媒體評選嘅4小花旦出爐，趙薇、章子怡、周迅、徐靜蕾上榜。4小花旦火遍全國嘅時候，范冰冰喺花姐嘅打造下拋棄玉女路線，接拍咗馮小剛影片手機中嘅小三舞月。呢一個時嘅李冰冰仲喺一啲古裝輕喜劇入邊掙扎，觀眾基礎薄弱，不得不講劇本嘅挑選亦都係一門藝術，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。最為李冰冰嘅際遇表示不服嘅人係佢嘅親妹妹李雪。李雪比李冰冰小2歲，從浙江廣播電視高等專科學校、今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專業畢業之後，曾經喺杭州電視台幹記者，媒體經驗十分豐富。喺佢眼裏，姐姐嘅實力絕不亞於4小花旦，甚至係國際一姐嘅水準。佢對李冰冰嘅呢一定位，當時喺旁人睇嚟都以為係無稽之談。2004年23歲嘅范冰冰憑馮小剛電影手機中嘅舞月一角攞下咗百花獎影后，一微形象越發出彩。眼見馮小剛嘅電影捧人，李雪計上心嚟，揸住機會進入馮小剛嘅製作團隊，幫李冰冰攞下咗影片《天下無賊》中戲份吃重嘅驗賊小葉。此後，李雪正式接手家姐李冰冰嘅經紀人一職，姊妹攜起手嚟，一路不斷打怪升級。2005年，花姐又帶一幫明星離開華誼，李雪上位。佢同李冰冰定下咗做國內最有商業價值嘅一線女明星嘅目標。同年32歲嘅李冰冰憑《天下無賊》入圍百花獎最佳女配角，並憑藉電影獨自等待提名金雞獎影后，一鳴驚人，星途燦爛。此後連續2年，李冰冰又入圍咗金雞百花獎影后。可惜次次盛裝出席，卻都花落別家。現實就好似打地鼠一樣，一次次將啱啱冒出頭嘅年輕人打到無情嘅窟窿裏邊去。李冰冰嘅尊嚴同埋驕傲散落一地，佢為失獎痛哭，佢覺得失敗另有原因。2006年，佢再次同百花獎擦肩而過嘅時候，心直口快、意有所指咁講咗咁樣一句說話：我就係演藝圈嘅蓮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我走得坦坦蕩蕩，走得高傲，走得貴氣。此後李蓮花變成咗一個梗，喺圈內傳嚟傳去，直到佢遇到咗後面嘅事。第6，喺李冰冰自遇蓮花嘅時候，比佢小8歲嘅范冰冰已經係范爺啦。
而同佢同齡嘅一啲女星已經陷入咗演媽媽輩嘅角色漩渦裏面，混娛樂圈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留俾李冰冰拼搏嘅時間並唔多，就喺佢最需要熱度嘅時候，一頃好戲俾佢住進咗熱搜榜。自2004年與小6歲嘅 F4 前成員朱孝天合作咗偶像劇《天空之城》之後，李冰冰同佢就開啟咗假戲真做嘅燦爛篇章。2005年32歲嘅淑女李冰冰主動上門，現身朱孝天下榻嘅酒店大堂，正欲上樓，卻被不識大明星嘅保安查問，連電梯都入唔到。李冰冰打咗個電話，朱孝天以百米衝刺嘅速度現身，接到美人之後，仲未等走到房間門口，就已飢渴難耐，手嘴並用攬住李冰冰親咗又親。而呢一個幕都被走廊裏面嘅攝像頭影個正着，兩人迫不及待進房之時，一定冇諗到呢啲香艷畫面已經被有心之人傳俾媒體，並散播到咗網上去。事後李冰冰護臉拒絕回應，而朱孝天嘅回應則好藝術，話兩人只係聊天同埋睇碟。聊天正常，畢竟做乜嘢都係需要交流體會嘅。睇碟則有啲唔明覺厲，諗下 DVD 同碟嘅關係，令人不由得想入非非，浮想聯翩，緋聞遍地開花，事件越描越黑。輿論紛飛中，最後朱孝天只好好男人地出面承認，照片係事實，同李冰冰淨係拍拖。然而賺盡熱度嘅李冰冰卻全程否認，堅稱呢個係一場有預謀嘅炒作事件，並稱今後再唔見佢，李冰冰唔好金童玉女嘅愛情故事，佢心裏邊諗住盼住嘅，只係接個好戲上位一線。等嘅時間雖然長咗啲，但並冇白等。2006年底製作近2年嘅影片《雲水謠》上映，口碑高開炸走，主演陳坤、徐若瑄、李冰冰都企喺咗聚光燈之下。影片中徐若瑄嘅初戀模樣深入人心，李冰冰熾熱如火嘅傾情奉獻更讓人側目。呢一次華表獎同埋百花獎終於都將影后頒俾咗李冰冰，成為雙料影后嘅呢一年，李冰冰33歲，從此4小花旦成咗4旦雙冰。李冰冰嘅事業線出咗頭，感情線嘅走向越發撲朔迷離。佢同任泉嘅關係依舊熱乎，同石濤嘅戀情依舊迷離。當時有2種傳聞，一係話石濤根本就係已婚人士，同李冰冰相好只係各取所需；二係話李冰冰同石濤已經結婚8年。然而作為公司藝人，佢同 boss 黃宗呂出雙入對，同埋各種明星男神們因戲生情傳緋聞，亦都係娛樂圈裏司空見慣嘅橋段。至於呢啲嘅傳聞邊個係真邊個係假，咁就見仁見智啦。也許呢啲傳聞統統都係為咗曝光同人氣嘅炒作，冇一個係真。第七，2007年34歲嘅李冰冰同27歲嘅周渝民合作影片《蝴蝶飛》時，恰逢周渝民與大 S 嘅2年戀情進入倒計嘅時候，於是因戲生情嘅定律再次發生，一段跨07歲嘅姐弟戀半遮半掩咁映入咗觀眾眼簾。但係李冰冰嘅心思唔喺度，呢一年范冰冰自立門戶，原本一姐之位板上釘釘，可同齡女星周迅嘅加盟令到好事橫生枝節，局勢突然緊張起嚟。冇硝煙嘅爭鋒之中，李冰冰嘅演技越發嫻熟，拼搏之勢越發熱血，宣傳炒作越發頻繁，終於叩開咗好萊塢嘅大門。2008年好萊塢製作，成龍、劉亦菲主演嘅《功夫之王》上映，飾演反派白髮魔女嘅李冰冰以打女形象喺國際舞台上大放光彩。呢個時候嘅李冰冰英語仲唔靈光，聽唔識 impressive， 佢嘅好萊塢之行亦都被按下咗暫停鍵，而佢同周迅嘅一場惡鬥亦都好快來臨。2009年影片《風聲》上映，36歲嘅李冰冰同周迅雙雙聯袂，原本係周迅嘅絕對女主，最後變成咗同李冰冰嘅雙女主。周迅嘅演技一向靈氣，卻喺呢一次同李冰冰嘅對決中敗下陣嚟。一場虐頭十足嘅裸身受虐戲之後，企上 C 位嘅李冰冰把金馬影后捧喺咗手裏，佢嘅演藝事業直達巔峰，成為大片符號感嘅頭部女演員，成就自己一線女星江湖地位嘅同時，國際代言亦都紛至沓來。第二年，周迅出走華誼，華誼一姐之爭落下帷幕。而後李冰冰扶搖直上，先後參演《狄仁傑之通天帝國》、《槍王之王》、《我願意 idol》等多部商業片，身價水漲船高，賺得盆滿缽滿。呢個背後，佢嘅智囊團功不可沒。妹妹李雪表現嘅尤為殺伐果決，視野遠大，堪稱第一功臣。喺呢個其中又有唔少嘅故事。
第八，2010年傳奇女人鄧文迪投資嘅雪花秘線喺章子怡陷入三門之後，將橄欖枝拋俾咗李冰冰，李雪大喜，但係李冰冰已因為連續拍戲累到咗極限，佢誓死唔肯接戲，甚至放出狠話，你要想俾我死你就去拍，但係最終妹妹李雪仲係說服咗佢，信任妹妹嘅佢喺冇睇劇本嘅情況下就進入劇組，同全智賢演起咗百合戀。影片上映，票房撲街，口碑低走，但係卻讓李冰冰成功打入咗鄧文迪嘅圈子。喺鄧文迪人脈嘅加持下，李冰冰結識咗唔少好萊塢嘅影視製作人。呢個時候嘅李冰冰已經攻克語言關，佢唔單止能夠用英語同埋對方熟練交談，仲能夠喺談笑中把《生化危機5》嘅片約攞到手。於是喺2010年，李冰冰離開華誼自立門戶，佢開始減產，更加注重自己嘅商業形象。好萊塢成為佢嘅新地盤。2012年《生化危機5》上映，一場20分鐘嘅個人秀，俾飾演女特工嘅李冰冰歡快咁打起咗醬油。第二年40歲嘅李冰冰無遂自薦出演變形金剛4，喺片中飾演強悍、冷艷、控制欲極強嘅女2號蘇月明，只係好萊塢玩嘅潛規則始終係白人至上，更何況係全球大 IP， 要想有更大嘅話語權同埋發揮空間，只能夠選擇中低成本嘅英文片。或許呢個就係一向對劇本精挑細選嘅李冰冰接拍爛片迷巢嘅原因。其後嘅巨齒鯊、虎影俠依然難逃爛片嘅命運。呢個時候嘅李冰冰或者佢意識到外國嘅月亮並唔比中國圓，畢竟喺國外拍爛片同國內拍爛片並冇幾大區別嘛。於是拍拍屁股返到咗國內，但迎接佢嘅唔係一個好劇本，而係一場跨齡16歲嘅姐弟戀。兩人喺一次秘會調情嘅時候被媒體抵咗個正着。時候嘅李冰冰索性公開咗戀情，同一位叫許文南嘅圈外人撒咗滿瓶狗糧，成為2017年間轟動一時嘅娛樂話題。撮合呢一段戀情嘅紅娘，則係同李冰冰埋一齊咗20幾年嘅任泉。然而呢一段戀情亦都喺2021年戛然而止，令人不勝唏噓。娛樂圈烈火烹油，光芒萬丈，引無數家人競折腰。李冰冰冧過男人河，睇過百般景，遇無數是非，抹角色對手。曾問鼎過華誼一姐，亦都戴上過國際里嘅桂冠。52歲嘅李冰冰一路走嚟，冇家世背景，只能夠靠自己同埋妹妹，為此不得不每一步都精打細算。最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嘅女兒，硬係將好多人睇嚟嘅唔可能變成咗可能。今日嘅視頻到呢度就結束咗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。